想開始做加密貨幣交易？第一步，當然係下載 Bitget App 啦，安全又可靠，新手都好易上手。賺取被動收入就由今日開始。記住註冊時記得填推薦碼，可以享受高達50%手續費折扣。快啲把握呢個優惠啦 ，Tildy！ 賺錢都要慳埋手續費先夠聰明。跟住去入金，操作簡單易明。準備好資金就可以正式投入市場，一步步嚟，都無怕出錯。記得安全第一，萬一唔識點搞 ，App 裏面有詳細教學。入到 Bitget 交易版面，就見到幾齊全嘅圖表，幫你分析走勢，做 trading 睇得更清楚。上升就可以開 long， 下跌都可以開 short， 即時把握機會挑地。咁究竟 long 同 short 係咩？Long 即係睇升 ，short 就係睇跌。Bitget 讓你雙向操作，唔使等升市都照樣有機賺錢。記住新手管理風險重要，建議用逐倉模式，咁就算出錯，只會影響個別倉位資金，不會連累晒所有錢。而交叉模式適合有經驗嘅玩家，穩陣啲，逐倉最啱你。雖然 Bitget 支援最高120x 槓桿，但新手始終建議低槓桿起步，先學識控制風險，再慢慢提升，冇好因為貪快輸晒本錢。